经发局长林英川表示，新冠疫情对着全球的经济发展影响真大，各行各业拢受到冲击。为了辅导甲协助业者进行转型，同时也为提供消费者更加优质的购物环境，市府伫111年向中央争取将近35亿补助经费，办理招商、节电设备替换，协助所谓转型，以及传统市场软个替设备换新等成果。林英川表示，未来也会持续过去的努力，继续向前迈进。今年的方向，我会持续去年的成绩，继续往前努力啦吼。啊，目前咱较重要的几类的个，包括阮即卖个便利送的部分，阮想要去做较精致的。我嘛想要往规格化的方向发展，帮助咱的市场将伊的产品，搁有较侪人较知影的。吼，这是市场的部分。啊，商圈的部分，阮希望迄个特色拢会搁甲吹出来。哦，就是说每一个商圈拢有伊的特色，啊，这个商车我们伊个特色我们要甲强化，互因当去较往前行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迄个产业发展的部分吼，因为阮包括新创青年就业这块，其实这块阮足重视的。吼，所以讲阮有营地的迄个创新园区吼，啊，搁有南宁5G大楼这的部分，阮会来将吼这个青年就业搁啊带上来。吼，啊个 SBIR 这个部分，我嘛搁继续努力去行吼。啊，来就是工业区甲产业园区这块，工业区产业园区目前的进度就是讲7个，阮目标看今年底厂商有法度开始入去无？吼，开始入去建厂，安尼咱的市场就会赶起来。吼，啊后壁的几地，讲包括报边，包括迄个程序拢在行。啊，阮6科伫溪北迄边6科，阮的3期嘛会正在推动，这种是阮今年的重点。根据经发局统计，咱市伫111年总共新增263件投资案，吸引561亿投资金额，创造出622亿产值，同时也为台南市增加了9680个就业机会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